伫即时为阮的心，咱将阮家己献上，把你亲身来对阮讲话，搁一摆会听到你的声音，看到阮的人生，了解人版，诚做基督徒的信仰，献上阮的时间，把你引传，安尼基督徒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免，咱读经的进度吼，咱即礼拜已经来到新约的罗马人书，就是保罗写予罗马教会的册的即个推示。咱即礼拜开始要看即个罗马书吼，即个罗马书非常的重要，因为咱讲即本册是保罗神学真重要的一个，咱讲大全啦吼，就是所有的即个山珍海味吼，拢伫即个所在要来看。搁较重要的是，伫即本册内面，伊诚做咱基督信仰的一个中心，就是咱会当看到伫咱即个整个信仰的中心。真简单讲，就是为虾米咱要诚做基督徒？为虾米咱今仔日要坐伫遮？为虾米每一个礼拜要来听讲道？为虾米咱要用即款的方式来过咱的人生？所以即本册，我望咱伫这短短差不多一两礼拜的时间，咱通好好来读。当然，咱也伫要即个中间差不多伫9月进前3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包含包括即礼拜咱差不多有5届要来甲咱来好好分享即个部分。互咱知影，诚做一个即个下咧做分道下咧分咧耶稣的人，伊怎样来明白即个信仰？咱讲上重要的一件代志，来先来解决来处理咱拄仔诚长的经文吼，歹读，吼，这实在真侪奇怪怪的字吼。即个经文遮尔长要讲啥物？保罗先生一开始伫即本册罗马人书内面，要甲咱开始来甲咱讲，为虾米咱基督的信仰对即个世界来讲是对的？讲即个世界为虾米需要耶稣基督的信仰？即个世界对咱即个信仰对即个世界来讲，咱存在有啥物价值？有啥物目的？毋知大家是安怎来想吼？但是咱来讲，咱真正需要基督教，因为咱需要教会。为虾米需要教会？因为会当帮助即个世界，会当做好代志，会当对即个世界即个发展安尼。是啥物呢？即个世界有啥物需要咱信仰？即个答案有淡薄仔极端吼，但是无毋对，咱拄仔所读的经文，甲咱讲，就是为虾米需要基督教？为虾米即个中间需要咱的信仰？因为即个世界无救啊，没救了，没救了，无救啊！就简单即句话，你讲有人甲你问讲，你为虾米要信耶稣？伊讲，因为即个世界无救啊，你若无信耶稣无救啊。拄仔要来像阮伫即个像即个讲堂迄个所在，看到即个又看到了一辆那个来迄个末日镜的即个车车面顶会喷即个会喷即个是讲末日镜的有无？当信耶稣悔改因为这世界要灭亡安尼吼。其实我毋是真介意看即款车啦但是呢，伊咧讲这三字啦这世界无救啊无毋对，伫即个咱所读到的即个咱所读的即个第一章的即个中间，甲咱讲，咱需要即个信仰，因为即个世界无救啊。为虾米无救？为什么没救了？看起来，敢有遮爱？有那么糟吗？敢是安尼？咱好好来想咱今仔日礼拜会讲到要好好来探讨即个物件为虾米无救？因为即个世界呢，伊毋是乐园啊。啥物是乐园？咱要看一个无？乐园伫遮咱儿童营救是安尼。我们这几位小朋友有没有似曾相识？这个乐园伫遮好。毋是乐园，是啥物？是咱拄仔讲的题目，野生动物园。这个世界是野生动物园。另外，毋是动物园尔，伊是野生动物园。啥物野生动物园？就是你会看到真侪啥物野兽对无？真侪野兽，伫即个世界，咱顶即个图片较古锥啊
哦，可爱的动物安尼哦，这是一个野生动物，这个世界。那会安尼呢？为什么会真做野生动物呢？这世界不是拢是人的世界吗？哦，咱厝边拢看到人，敢毋是哦？其实咱来对头来讲，咱知影创世纪甲咱讲，上帝开始创造这个世界的时阵，伊是一个真好的世界。上帝看一切是好，这个好真重要哦。这个好有咧讲的表达是上帝伫这个世界所备办的拢是好的物件，伊的旨意、伊的作为、伊所期待的天数，拢是水的，拢是好的。世界本来是一个龙，水的龙。这我想到我大学的时阵啊，有读到一个册伊内面，我袂记迄个作者是啥物人。迄个作者伊个册要写了是，伊讲伊吼一生中间有10个愿望，哦10个愿望。其中有一个愿望真著名，是即个中间甲咱来分享。伊讲吼，毋望我即世人，逐工会当看到永恒的青山，哦，永远的即个山啦。当然，迄山是无可能永远啦吼。但伊意思讲会当逐工看到迄水的山，永恒的青山，无止境的大海，大海，哦，以及人类双手创造的美，以及人为手所做出来迄个水的物件。伊毋望伊的吼，即个这个清晨的10月哦，透早起来10个愿望就是其中一个，就是逐工会当看到遮个水的上帝的创造，以及上帝透过人所做出来这个真水的物件。本来这个世界是公平，无毋对是公平，所以咱人真爱欣赏水的，真有道理啊！吼，因为咱伫迄个面中看到迄个上帝创造迄个水，人本来受造的时阵带有上帝的形象，创世纪1章26节。我定定讲即个经文，因为这是咱今仔日来思考即个世界、思考人、思考拯救一个真重要的问题。1章26节，人受造的时阵带有上帝的形象，啥物意思？上帝将伊的特质刻伫咱人的心中。上帝看到咱，就参像看到伊家己形象啊，迄个模样、迄个特质。人本来有即个特质，啥物特质？咱若想要了解，看耶稣基督所做、所行、所讲，就知。伤济要紧，看倒位看加拉太，吼，加拉太书、加拉太书5章20、23节，咱真熟。圣神的交换的轨迹，就是仁爱、和平、温柔，迄个就是迄个啦。迄就是人受造本来有的迄个形象，水的形象。上帝将伊的特质放伫咱人的心中。所以为什么咱爱听上帝听出去？因为咱爱显现上帝的形象。咱受造的时候本来有这个物件，所以当咱听咱的囝儿、听咱的朋友、听咱厝边的人的时阵，你看到什么？上帝什么形象？上帝将伊的形象放伫咱的心顶。本来咱人是一个真尊贵的人，所有造物内面，敢若人类有这个物件，其他动物无。所以咱伫这中间看到人的尊贵、人的重要，上帝看重人到一款程度。咱读诗篇，读即个经文，咱看到上帝对即个世界人是怎样啊看重。当然，上时咱佫讲淡薄仔出去就是，咱有即个特质，咱有即个形象，咱嘛有即个责任。上帝为虾米要甲伊的形象放伫人类的心上，无爱放伫狗仔、猫仔的心上呢？因为伊要互人去管理即个世界，负即个责任，互即个世界当维持本来上帝所创造迄个水、形序、迄个水。诶，即款好的旨意，但是问题来啊，做，互人失去了这个形象，做，互人违背也破坏了上帝创造迄个良善的迄个所有即个世界，破坏上帝的旨意，破坏上帝的程序。人想要用人的方法、人的想法去维持即个世界。所以，人失去了上帝的形象，迄个罪甲人捆绑了，人就失去即款水的形象。对当开始，人无正人啊，变做啥物？野兽，变做野兽。啊，这个野兽，吼，是毋是安尼？较委屈人话，咱西亚其实蛮水的吼。吼，我们给它抹黑一下，人变成野兽，人变做野兽，人毋是人，毋正人。所以，认为咱讲到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伫咱信仰内面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概念来好，也是一款即个信仰的本质。就是咱会知影，基督的信仰咧讲的，人本来是好，人性不是本恶哦。
伫咱生活内面，毋是讲人本来是歹，毋是人本来是好的，总是变做歹，变做野兽。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看为虾米会是野兽的？吼，为虾米有遮尔啊？哪会变做即款野兽？咱伫即个中间看到一个人，本来是人，大家看我吼，啊一张好好啊，对无吼？但是其实我是啥物？我是一只野兽。吼，我真个时阵啊，将我的喙齿，将我的即个角啊，甲藏起来，大家看无啦，听着无是毋是安尼？吼，啥物时阵会吐出来？就是原体的时阵，原体的生活原，吼，是毋是啊？受气的生活原，吼，下去长个啥代志，我袂，我感觉袂爽生活原，吼。咱有即款感觉，比如讲。咱行出去，伫遐咧当行顶，凡是你，咱可能真侪时阵有即款经验，就是在十字路口咱当行顶的时阵，咱看到有人啊啦，凊彩撞来撞去，吼，走来走去，阮淡水定定会当看到即款情形，吼，少侪人安尼撞来撞去，拢无守规矩。而且中间呢，你若看有一个人对伊遮吼，传闻安尼走去吼，例如你看到啥物？你毋是看到人，你看到啥物？一只高山啊，万岁吼！一只猴子安尼过去，啊你看到伊安尼，你讲，先生你袂当安尼，你甲画，吼，结果伊歪场继续走，你看到啥物？一只牛，对不对？吼，啊你若搁甲画，伊生气，转来甲你骂，甲你相骂，讲我要安尼行，吼，是甲你啥物厉害？这时阵你看到啥物？一只狮啊，是毋是？然后你就咱会安尼吵来，吵到边仔人讲，无恁去迄个警察局内面解决啦吼，去到警察局内面看到警察倒伫遐无啥物代志，就过马路即款小可代志要来甲我还吼，警察伫遐等等，你看到啥物？树兰，你看人家树兰倒伫遐，你受气啊！咱即个世界是安尼啦，算了，我转来去好啊，转来去厝，开门看去恁兜，看去阮兜，乱糟糟拢无整理，看到啥物？低调。原来我是啥物？我是一菜。所以今仔日咱借着即个工地，希望咱开始观察啦。伊拄拄看人，毋是看表面，是看内心。因为上帝看内心，咱看到每一个人心中有即款野性、野性的即个部分。所以咱拄仔所读的即个经文内面，咱看到即个经文在甲咱讲，人有遮尔济野性，吼，伫即个内面，偌济咧？有甚款的野性？大先咱看到一章，咱拄仔所读的，第一章的18节开始，到20节的即个中间，到30即中间，咱所读到。咱拄仔咧读的时阵，凡是咱开始有即款感受，这是所有的人拢有的一款特性。不管你是肉食性动物还是草食性动物，拢共款。吼，你是食肉的、食草的，天气飞也是地上白，拢共款。所有的人拢有即款的特质，就是人真做野兽的第一款上歹的一个野性，就是伊将伊的主人，我们特意用饲主，参像一个人咧饲即个宠物，吼，这种关系，吼，上帝对创造因的即个主人啊，忘恩负义，吼，忘恩负义。咱拄仔所读的经文，甲咱安尼讲，这是人。第一，上头啊，上大的一个罪性，哦，上头啊的一个野性，人挑工歪尽伊的即个，伊的主人挑工，甲放散，挑工甲即个负转，反抗，歪承认，歪尊重，歪尊重，歪感谢伊，甚至安那呢？佫甲即个主人安那，甲羞辱，安那甲羞辱，挑工摕即个。鸟啊啦，飞禽啊，还是即个遮个走兽，遮个野兽，还是遮个贪花，昆虫，甚至石头、树啊，即个香蕉、芭乐嘛摕来摆有无是毋是安尼？所有物件拢摕来摆。本来创造人类的敢若一位主人叫做上，结果人用其他的物件，来甲取代，去拜其他不是即个主人的物件，用这来甲羞辱。咱伫即个中间看到，用即款态度来回应，
来面对伊个主人，这是大声咱看到。所以咱去想即个世间的人来创，哦，因咧做啥物？有即个人伊嘛有宗教的信仰，但是伊拜啥物呢？咱会当来看，有人可能拜石头，拜即个茶所刻的物件。这我想到即个马街博士啊，伊有一个学生，咱可能有听过，足有名，叫做杨千华，对无？杨千华伊去严清华咯，杨嘛吼，杨啊，严吼，严清华吼，严清华，阿华啦吼，我们叫他小阿华。阿华伫机顶可能有听过。即个阿华呢，伊第一届伫家人咧。第一个老师咧报道的时阵吼，着惊，徛伫家人教会迄个外口迄个偌迄个中正遐，迄个时阵，迄当时啊，做侪人吼，摕摕迄个石头啦，啥物吼，有诶无诶物件，准备甲弹要甲坑安尼吼。啊，即个马街讲吼，伊就写着即段讲吼，哇，我甲即个阿华徛伫迄个所在，要来当伊阿华是带甲，吼，看着遮尔侪人带甲，即个时阵马街讲，我紧咱来唱圣诗吼。咱伫唱，唱啥物咧？圣诗有诶圣诗人254A 啦，是毋是？我认救主，无惊见笑我。我认救主，无惊见笑吼。我定，其实我很喜欢开玩笑讲，我认救主是无惊见笑，但救主认我，可能就见笑，是无？哦，我认救主无惊见笑，就来听唱到阿华开始有胆，伊就讲，两个乡亲。我阿华吼，我去信遐会叫鸟鼠啊夹歹去的插娃。我敢若信一个，就是创造天地的上。吼，我信上，我爱耶稣，伊是我的救主甲朋友。伊即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哦。我无爱去信遐会叫鸟鼠啊夹歹去的插娃啊。所以咱看到一般人的信仰是去拜遐，咱用理性去想讲，真爱。做一款代志去拜遐插头红仔会去哦，遮个吼，遮个动物，遮个鸟鼠啊，甲歹去迄物件。所以咱看到这是一个人对上帝的一款修为，伊是主人，就是去拜即款的物件。就像是咱饲一只狗啊，一只猫啊，结果一只狗啊，一只猫啊，你怀疑咱是主人，吼，出去看到，哼，啊，就你认其他人做主人，你会受着，吼，好啦，莫得来，是毋是安尼哦？真个是咱有即款心，所以咱看到伫上帝所创造内面，人的即个野性，大先看到就是我爱认上，我爱甲承认，我爱甲尊重。咱看下承认主义哦，咱慢慢讲一下，咱搁较深来来探讨即个。过来是人开始用毋对本来上帝要互咱真好的物件，咱讲误用放纵情欲，例如啊。本来情欲即个物件是上帝互咱一个真，你若是好啊去使用伊的，伊是一个真好的物件。上帝创造人，互人有即个性，吼性 sex， 为这来啊施化济济，吼。但是人开始甲用害误用它。换一句话讲，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啊，拢互咱有一个天书，有一个使用保证书、使用手册。但是咱人无爱照上帝的旨意，无爱照上帝即款规矩来做代，误用放纵情欲。所以咱拄仔所看的经文，后来到后来啊，家己的身体煞来拍歹，甚至家己的尊严嘛死去。咱真个想看有即个问题。所以人无好法遵照上帝，因为一开始咱拄仔讲，因为人根本无甲上帝放做肝内，放伫肝内，不放在眼里，更没放在心里，有是不是安尼？所以再啊，开始用家己的方法来生活，来过日子。保罗伫即个中间继续来举例，讲足济哦吼。咱若对即个即个29节开始，咱继续看。保罗伫遮讲出侪即个野兽的兽性哦。内先伊讲着不义，哦，咱看着29节遮不义哦。不义即是真主伊讲的就是无公义啊，无管是非，无管黑白，无管对还是毋对，无管真也假，无管好与歹。咱知影世间的生活就是安尼，敢毋是？
人类活伫灰色地带，无人绝对乌，绝对白。但是无分乌白最后干哪？最后就失去一个规矩，是毋是安尼？这个世界就完全无规矩啊！咱愈来看到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愈来愈无规矩，是因为人无照上帝的天书，就是上帝的公义来做代志，所以没有是非，没有黑白，没有对错，都是假的。过来比喻，卑鄙哦，什么是比喻咧？什么是卑鄙？伤害别人的欲望啊，想要甲人伤害，挑工要甲创意，挑工要甲害，伊是一款想要甲物件创作歹的一款歹。乌古书顶早时的一个教父，伊讲伊家己细汉的故事。伊讲伊细汉的时阵，伊少年的时阵，甲真侪朋友去共偷挽桃仔。伊后来去想讲，伊为虾米要去偷挽桃仔？讲一群人伫遐偷挽桃仔，毋是为着食，嘛是毋是要挽来去赚钱？完全是安那？爽，真正是着爽，欢喜就好啊，结伙为乐。哦，去遐挽了安那蛋条哇！爽快，大家规划会歹。另外有即款经验，即款经验无？我想我细汉嘛，常常安尼哦。哦，细汉喜欢耍迄款炮啊，水鸳鸯有哦。咱知影水鸳鸯是安那？点了伊会唱天着哦。啊，等差不多半分钟还是几秒伊会变。啊，阮细汉真正搞死囡仔吼，将迄水鸳鸯插伫倒，点了甲插伫迄人迄菜园仔内面迄插，甲插，甲插，然后就伫遐等啊，等伊变一下菜啊。往回飞起来，啊比啥物啊？飞较悬吼，啊然后迄个哦，操，迄个那个农夫啦吼，正常的，哦高兴啊，摕着迄个锄头来个种啊，大家伫遐走，细汉忏悔一下。所以，咱讲这是一款伤害别人的欲望，人真个时阵有即款特质，想要去伤害别人，咱有即款经验。常常看到囡仔。一个囡仔菜伫遐一只好好，但是身躯边的人看伊好欺负，就爱甲教伊。咱有看过即款经验？大汉了有即款经验无？有啊，伫公司着吼，你好好做你的代志，但是就有人要来甲你讲，对无？你讲我无去害别人啊，但是想要害你啊，是毋是？啊，你敢甲做，讲你莫甲我害我，我就无害我手会上的哦。另外，咱今日讲这个物件哦，咱开始咧看人迄个真内在的物件哦，真内在的即款特质，奇怪，我是为虾米有即款有这种冲动？也是讲咱看有一个人甲物件创，就变讲，细汉咱咧做劳作，即个变讲咧做即个领土虾米物件，做好势后食，做啊足水物件，你伫边仔看着别人做啊遮水，你有虾米冲动？想要干哪？你甲创无歹无？咱有即款冲动过无？无是哦，安尼大家拢真好啊，最大恶极安尼话是。咱有即款冲动，所以咱伫咱看即个欲望，想要甲人伤害，贪婪的贪心，贪心是啥物？就想要搁较济物件。哦，我其实已经够，但是我想要搁较济，这个叫贪心。哦，即款贪心是一款有侵略性、侵略性。的一款占有，我想甲摕，为着家己的利益，这个叫做贪心。咱我想看卖，咱为什么小贪的是毋是嘛是安尼？吼，伊是无业苗我紧，但是有的更好，是毋是？但我有小贪。恶毒，吼，恶毒，恶毒是啥物？由于恶毒搁较趣味，只是讲啊，搁较深哦，讲一个人安那，有真个心安那，伊心内无好物件，敢若歹，所以。做代志啊，坏的很自然，哦，就自然就做歹，做得很自然。伊毋是超讲，伊毋是爱用真侪风烧体吼，去家己备办，或者去讲吼，会去做歹代志，毋是，伊是坏的很自然，吼。这个叫做恶毒，因为伊心内无好的。过来是嫉妒，吼，咱伫即个中间讲的即个万道行歹，吼，万分甲无满足的心，的即款心理。咱真侪时阵有款经验，会甲人嫉妒、怨妒嘛，讲吼嫉妒安尼，别人有我无，吼。我想到我细汉的时阵，咱讲细汉，其实大汉嘛真侪即款故事啦吼。细汉时阵真爱甲人那个，真爱食即个冰淇淋，哦，即个冰棒，但是细汉小的时候没有零用钱，
所以常常去迄个合作社吼，尤其是去遐看迄个比较高年级的哥哥姐姐啊，去买冰棒，然后我们就会几个弟弟就跑过去说：“哥哥姐姐，冰棒好吃，借我舔舔看好不好？”当然，我是较避暑，我拢是边啊，等人去讲了后，再跑到旁边去这样。细汉囡仔你就是嫉妒人家有的吃，所以有这种心情在那，会有这种心情出来，真少。来讲兽性，过来竞争增进，就是增进真趣味伊就是人贪心，人咱讲怨妒，人有野心的时阵，这款心理。成做一款行动，就成做增进。咱看是毋是安尼？这人真厚，我要甲拼，我要甲赢过。我有野心，我有怨妒，我甚至贪心。诡诈诡诈就是伊无敌歪去，歪。诡诈较可怕的是伊甲歹藏，你毋知影。所以真个是咱讲人一个人诡诈的时阵，看起来好势好势，其实伊内面是这了。其实内面是歹，诡诈是一款藏起来歹。过来毒分啊，就是用歹即个意念来想代志、来看代志、来处理代志，看一切物件拢无好。咱有当过即款的，反正家己是安尼啊，看所有代志拢袂爽，所有物件拢是负面的。看到一个人讲啊，即个比如讲有一个。你的同学还是你的朋友还是安那，伊考即个90分，你就讲啊无100分，你用歹物件去共看。有一个人送你物件，你就想讲，即个人想要甲我创啥？你有啥物意态？你有啥物意图？拢用歹物件咧思考咧看代志咧处理代志，这叫做毒分呐。这毒分本来的意思。过来，咱讲即个脚车拼后的话啊，甲啥物诽谤诽谤，就是私下也是公开用你的嘴来讲歹的话。过来怨恨上帝，为着要达到家己的道路，来反抗上帝，怨恨上帝，甲伊真理。咱有诶时阵有即款题啊，咱看了先有注意的时阵，咱我直接学继续看。五万五万是咱讲即个五万就是。看袂起上，为着家己的利益，敢若伤害别人来欢喜。过来是骄傲、傲慢这是上歹的一件代志。将家己看比别人搁较悬自夸自夸这是真趣味伊本来原文咧讲啥物？就是讲古早迄个时代有人安那个，迄个流动摊贩四过去卖物件，拢讲家己物件上好，就是咧讲即个物件。讲我去卖即个膏药，我去卖西瓜，我去卖水果，我去卖啥物件？讲我的上品上好食，这个自夸。原来只是咧用即款人是，即摆咧讲是所有人看家己比别人较悬的即款心态，做歹的代志去捏造讲即个假去咱讲去制造一个歹的物件来制造即款伤害，违背父母违背父母亲主义咧讲的是，人将家庭即款上基本的关系甲拍歹。目的，目的咱特别注意，啥物是目的？目的是伊不但无忘，搁真甘愿无忘，甚至坚持无忘。别人甲你讲这，你讲啊免，我就是这么相信。就甲你讲地球是圆的，就讲我是方的。所以，咱看古早天主教真侪主教安那看这个世界是地球是中心，太阳安尼在绕着地球跑对无真侪很多科学家甲讲教这个教就是歹相信，将别人甲烧死无。无敢若有望，伊搁甘愿有望坚持这叫无知啊！培育无诚信无正直，无亲情，咱拄仔讲着违背。父母那个父母啦，违背父母，违逆父母，就是失去对这个厝边的人，特别是爸爸妈妈这个亲情这个 touch 就是这个亲情，然后这款，咱看到这是一个什么？
一个人对伊的爸母、身躯边的人无感情的时阵，可怕。啊，你怎样去别人有感情？所以咱后面有机会，咱会讲到，就是咱要牧养什么人，一个基督徒要去疼什么人，疼你身躯边的人。若是这拢疼袂到，是你要去疼其他人，哪有可能？无可能。人的罪恶伫即个中间嘛，无亲情，过来无怜悯人，对村的人来往外口来行，看到外口的人，我嘛无甲疼，无甲爱，不怜悯人，无怜悯人。以上认为，有人会当甲我讲，遮个罪恶拢是啥物物件？会当主要来源？十戒，是毋是拢是十戒来源？咱转去慢慢啊看。吼，上帝以外无别个上帝，我话就是讲到最后，毋通贪心，就是嘛。最后一戒对无？是毋拢这？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看到十戒也好，保罗伫遮讲的也好，人就是即款人，人毋是人，人是野兽，我们是野兽。哦，好啦，咱若真正是野兽好啊，咱讲世间的人吼，其实基督徒已经渐渐毋是野兽啊吼，咱后面会讲到即个点。安尼真正无平吗？是啊，真正无平哦。因为啊，咱来看最后即个物件，第三个，即个有三个原因真重要。为啥会无平？第一个原因是，即个主人，咱的上帝，用伊的良心甲公义即款创造的标准来看人，判断咱人毋是人，是野兽，甚至是比野兽搁较可怕的啥物怪兽。哦，野兽嘛有古水的所在啊，哦，虎毒不食子啊，人毒怎么样？子都吃了，对不对？是安尼，敢是安尼？真正先咱看就是这，所以咱来可以一下，没办法，对，可以吗？哦，没有办法动哦。哦，我本来去放一块迄个咱之前真熟的一个歌了吼，有怪兽，对哦啊，迄个怪兽作怪哦，没办法动。然后，咱会记即个原因就好啊吼。大先就是咱人伫上帝面前要判断正对野兽，甚至是怪兽。过来，第二个原因搁较惨，搁较惨是即个吼，真正无救生。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野兽不但是甘愿做野兽，过即款与野性有修成的生活，甚至赞成鼓励，也真欢喜看到每一个人拢是野兽。大家啊，手牵手来演即个动物星球频道。大家拢在看这动物星球频道，伊拍开电视拢在看动物星球频道，是毋是安尼？夜市人生，动物星球频道是毋是安尼？是毋是人假新人，新人都去，新人都安那做，是毋是安尼？哦，啊，你搁再来看霹雳火，哇，是讲犀利人欺负哦，是毋是？电影台好了，我爱看电影台嘛，是即个变迄个台阶，有是毋是安尼哦？全部是动物星球频道。认为所有的人，原来咱刚刚逐工电视拍开，我们只有花钱买一个频道，看180台，拢共款动物星球频道。因为人真可怕的所在是，我感觉家己是野兽，我较欢喜大家都是，大家一起当野兽，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演动物星球频道。第三个较惨，都是上帝生气啊！上帝生气了，主人生气了，由于因为主人是圣洁公义的，所以这个野兽对伊来讲是一款攻击，一款伤害。野兽就是伊的敌人，是伊受气，也是伊要甲毁坏、甲毁灭的对象。这个真重要。为什么上帝对歹的物件要受气？为什么上帝要毁灭歹的物件？因为伊本身是圣洁公义，是好。所以，所有任何的歹对伊来讲是一款伤害，伊爱甲即个物件消灭。第二，咱伫即中间，咱伫即中间搁较看到就是，野兽甘愿做野兽，主人就互遮个人，遮个野兽用伊家己的兽性彼此来伤害。哦，这是搁较惨的所在，互咱家己彼此来伤害。
所以大概呢，即个受刑发作的时阵，甲伊所造成的伤害啊，就是宣告主人伊要来甲咱毁灭，也即个展现伊对即个受刑的即个受气。啥物意思？以后对打开始，咱来做一个观察。吼，今日讲道煞啦，望咱会记哩这两样代志哦。第一，首先就是开始观察，来看即个世界是野生动物园。吼，看到人的时候，看到伊，嘛有歹的一面，当然嘛有好的吼。咱看了会当慢慢讲这个部分，伊有歹的部分。所以有人甲你欺负安那，你会感觉安那？刚好而已。因为进到野生动物园一定会怎样？会去互野兽咬到，那很自然啊。若是动物园有即个栅栏，会当甲你围咧对无？但是野生动物园袂使啊！吼，你若是走出那个车子吼，以外的所在，你伫遐行，可能会着驶就甲你咬，叫人咬着，真正常。第一个，咱会去观察人的即款背后的即款野性。第二就是当一个人，也是咱家己伤害别人，也是受到伤害时，看到一个真重要的上帝的受气，上帝的受气伫即个面顶显现出来。比如讲，我细汉时真济，吼，我定去安尼撞啊走，吼，我的父母甲我讲，你着当去安尼走啊，安尼撞安尼吼，你弄着，吼，会去受伤。我有一摆我就落入去一个真大的一个水沟啦吼，不让铁落去了后，我还去缝三针吼。大概我看到我即个伤口，我就看到啥物？爸爸妈妈的啥物？受气。伊为着我受伤即件代志来受，伊受气毋是受气我做即个代志，受气讲你哪会爱听，是毋是安尼？互相伤害时阵，咱当咱受到伤害时，咱看到上帝受气伫即个中间，我哪会做即款代志？上帝毋是叫咱莫做，咱就爱做。大概咱受到伤害，咱伤害别人时，咱看到上帝受气都伫即个所在。然后即个受气是啥物？上帝互咱安那凊彩，你要做你去做，大概做了，你就看到上帝的受气。上帝的愤怒下来，安尼要安怎？咱来结束。敢若三种可能感受。第先，自相残杀啊，对无？看手人喙齿较高，吼，较尖、较大支，最后就是安那走上灭亡的路。咱看即个世界是毋是安尼？敢有可能是安尼？好，第一个选项。第二。咱会当选第二啦，就是将咱的即个爪子，吼，咱的喙齿，咱的耳仔吼，鱼饵来插入，吼，伫到有一天咱转落来是兽性大发有，再过来看啥物人较高，甲别人咬死来，咬起来，差不多藏起来，吼，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吼，回去吼要来要来做礼拜，进前甲阮太太，我又露出牙齿，甲伊啊，甲了伊来，甲就点啊。赶快藏起来，赶快藏起来，把它藏起来。然后，第三，彻底来变心，将修行甲分离，跟住，我还阁做野兽，重新做一个真正的人。现在遐这你要选哪一项？第三、第二、第一。咱后礼拜，咱来讲当先来一个。阮呢做感谢你，你伫阮的中间，搁一摆照顾伫阮的心情。你互阮看见人实在是野兽，伫你的面前，阮的喙齿、阮的爪子，拢无所在当插。主啊，愿你下面，愿你怜悯，愿你伫这中间，互阮看见你的受气。伫阮日常生活中定出现，当阮伤害别人，也是受到伤害的时阵，阮就看到你的受气，你公义的受气，你圣洁的受气，你望人行好，你望即个世间伫你善，即个好的旨意中间来享受快乐，总是人做袂到，世界做袂到，所以你受气。愿你帮助阮，借着你的话。通深深来思考人、人性、罪性，伫阮生命中间所扮演的角色，
互阮看家己、看别人，定定来观察，定定来眺望，来体会，阮怎样来对付即款受伤的物件。愿你互阮定定思考，阮是要行远袂亡，也是伫即个中间要甲歹物件甲藏起来，也是祈求会当有解决、改变的机会。愿你带领，愿你继续引带甲启示。咱用阮的感谢，基督落下到最后所给我。